现代台语版圣经列王记下卷第8章。以利沙捌互一个妇人人的囝割活，伊对即个妇人人讲：你甲你全家赶紧去住伫会当生活的所在，因为上主要互饥荒临到即个所在7年久。妇人人就照上帝重用的人的话，甲伊全家出发去非利士人的地，伫遐住7年。7年满，迄个妇人人对非利士人的地倒来，伊为着要收回家己的厝体残垣去见王。迄时，王甲上帝重用的人的仆人基亚西伫讲话。王讲：请你将以利沙所做一切的大事甲我讲。基亚西伫甲王讲以利沙安怎互死人割活的时，拄好以利沙互伊的囝割活的迄个妇人人，为着要收回伊的厝体残垣来见王。基亚西讲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即个就是迄个妇人人，迄个是伊的囝，以利沙有互伊割活。王问迄个妇人人，伊就甲王讲，王就为着伊派一个官员讲，所有属即个妇人人的，拢着刑伊。对伊离开本地迄日到今仔日，伊的残垣所出产的，嘛拢着刑伊。以利沙来到大马士革，拄好叙利亚王便哈达伫破边。有人对王报告讲，上帝重用的人来伫遮。王就对哈士讲：你带礼物去见上帝重用的人，拜托伊问上主，看我即个病会好袂？哈士就去见以利沙，伊用40只骆驼载大马士革逐款的好物做礼物，徛伫以利沙的面前讲：你的囝叙利亚王便哈达派我来你遮，请问你，我即个病减会好？以利沙甲伊讲：你去回复伊，讲你的病一定会好，毋过上主指示我，伊一定会死。以利沙直直看哈士，看甲伊毋知要安怎，以利沙开始哭。哈士讲：我的主，你是安怎伫哭？以利沙讲：因为我知你会安怎伤害以色列人，放火烧因的堡垒，用刀杀死因的少年人，杀死因的婴仔，破开有身的妇人人。哈士讲：你的仆人算啥？不过是一只狗，哪会当做即款大代志？以利沙应讲：上主指示我，你会做叙利亚王。哈士离开以利沙，倒去伊的主人遐。主人问伊讲：以利沙甲你讲甚物？伊应讲：伊甲我讲，你的病一定会好。隔日，哈士摕厚的布润水，砍王的面，甲伊翕死。哈士就煞接伊做王。亚哈的囝以色列王约荷兰第5年，约沙法的囝约兰开始做犹大王。约兰继位的时3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8年。伊行以色列诸王的路，所做甲亚哈家共款，因为伊娶亚哈的查某囝做某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。毋过，上主因为伊的仆人大卫的缘故，毋甘灭
犹大，上主照伊对大卫的应允，永远赏赐一耙顶，互大卫甲伊的子孙。约兰做王的时，以东背叛犹大，脱离犹大的统治，设立因家己的王。约兰带所有的战车过去杀戮，煞受包围。约兰眠视起来，突破包围伊的以东人甲战车长。毋过犹大军兵逃走，逐个倒去因兜。安尼，以东人背叛犹大，脱离犹大的统治到今仔日，像迄时lib那嘛背叛。约兰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所做，拢记载伫犹大列王史。约兰转去伊的列祖遐，甲伊的列祖安葬伫大卫城。伊的囝阿哈谢续接伊做王。阿哈的囝以色王约荷兰12年，约兰的囝阿哈谢开始做犹大王。阿哈谢继位的时22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1年。伊的老母叫做阿他利亚，是以色王暗利的查某孙。伊行阿哈家的路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甲阿哈家共款，因为伊是阿哈家的囝婿。阿哈谢甲阿哈的囝约荷兰做伙去基列的拉末，甲叙利亚王哈西交战，叙利亚人拍伤约荷兰。约荷兰王倒去亚述列，要医治伊伫拉末甲叙利亚王哈西交战的时所受的伤。约兰的囝犹大王阿哈谢落去亚述列，探访阿哈的囝约荷兰，因为伊破病。